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号下晡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认知。国军伫咧大和平市场下晡，24下晡试射一粒榴弹时阵传出爆炸，也是找无，落尾是到暗时时阵才有找到。所以风台继续在变强，明仔载有可能先做中级中度风台。拜三时对台湾影响上大，无排除拜二发布风台警报。西班牙排球协会的主席卢比亚雷斯，甲球星埃尔莫索金表示庆祝。卢比亚雷斯伫自个也辞掉主席的职务咯。国防部军备局大和平市场呢，24下晡传出试射一粒榴弹时阵，伊无爆炸，而且找无，就随请警方封锁试射地点附近的脚踏车道，开始伫咧敲找。到暗时时阵，总算是找到啊！但若是针对着即阵的事故呢，国防部暂时无回应。另外，所学的良德造船厂24也发生公安事故，至少有3名外籍移工受伤。天色渐渐暗落来，从海边的脚踏车道发现现场封锁大湖管制区，火炮测试这屏中的异样。国防部军备局大和平市场24下晡传出试射一粒40公里榴弹时阵，被捕了后放弃，马上请警方封锁试射地点附近的脚踏车道来找找。在暗时找到各这屏处理定数。第一时，各等现场脚踏车道依然有封锁线。另外，被暴动的代志暂时无法度提到国防部回应。地方表示，大和平市场被暴动的问题困扰当地真侪年，希望国军尽心处理。他知道这个炮没有爆炸，都要相关单位去搜寻。这点呢，建请国防部的苏炮厂的，爱积极的，如果发现微炮弹的，一定要去搜寻。另外，所学良德造船厂也传出公安事故，消防员将外籍移工跟去救护车送去，因为3名外籍移工在船舱混产，因为抽风机故障出火，地数可见性气体小块被烫伤。对，7:02到03分之间发生。我们7:09有通联记录就已经通知了那个119救护车了。是。造船厂表示，意外在暗时7:02分发生，现场支援9分到卡119由救护车送去劳动迫害甲圣母病院，绝对无经过通报，后续会配合职安署的调查。记者综合报道。陆委会伫昨宣布，对9月1日开始要恢复第3地中国民众来台湾观光，也要规划开放两岸旅游团，初期先1天2000人次，就要看中国方面的回应来确定这实行的日期。台湾旅游业者也拢讲，等1天是等真久，不过因也咧烦恼讲，中国若出唔配合者会继续卡掉的，而且两岸航点无全部恢复直飞，可能会较无效益。陆委会24宣布，自9月开始恢复第3地大陆客来台湾观光，也规划慢慢开放两岸团客互访，初期1天限额2000人。但是就要看中国方面的回应，结果才确定实施的日期。台湾旅游业者是乐观其成，讲已经拢传好啊，只等待政策正式实施。顺利的话呢，当然可以逐步的恢复我们的观光旅游市场，不管是台湾接待大陆旅客的一些产品规划，或者是台湾的旅行团发团到中国大陆，这个业者呢都在积极准备。业者认为南方色色善意是好的开始，不过也旅行社担心，若是中国无顺这个势接球，两岸的观光如果会继续卡关，希望政府爱国家积极协商，也应该考虑两岸航点也未全面恢复直飞情形下的配套措施。说句实在话，按照正常来讲，一个手续来讲，一个主管机关、公安局或者陆委会，应该带着我们业者去跟大陆那边做协商，也谈出来一个结果，我们再来公布，而不是我们在陆委会，我直接就跟你讲说我开放2000，那我们等大陆回应。那大陆说你把我当什么？业者也只能期望着政府能不能眼光放远一点，不是只限1-2000人，甚至5000人都可以。两岸逐步恢复观光的话，那当然就是这个航点就会陆续再配合再增加。
过去几个月哦，大概陆客来台大概就只有1万多人次，台湾民众到大陆去哦，一个月已经多达17万了。我们的善意情也已经换了很多。我觉得如果中国大陆没有正向来回应的话哦，可能会让两岸的旅行业者都感到失望。学者认为，航点伫咧慢慢恢复观光交流了，经济自然会增加。在咱方成色色线的情形下，希望中国政府也应该对等开放。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按算伫咧9月初5要出访台湾，伫咧非洲唯一的邦交史瓦蒂尼王国，也是蔡总统任内第2届出访史瓦蒂尼。总统府指出讲，今年是史瓦蒂尼独立建国55周年，两国建交55年。这时间形成蔡总统会甲因的元首会谈，见证着合作文件签署仪式，而且会出席庆祝活动等等，希望两个国家会当永续合作。大声的喊动算！总统蔡英文离开罗南，参加嘉义县立会选举的干部誓词大会，讲到嘉义是亚洲无人机研发中心，嘉义科学园区也已经动工，未来会让更加侪少年人留伫咧嘉义。蔡总统强调，嘉义每一遍大选开票的成绩拢真水，希望乡亲全力支持赖清德。立法委员选举是非常的关键，执政的成败很重要的就是你在国会有没有多数席次，把所有的力气放在这一次的选举，让这一次选举成功，安尼好不好？蔡总统同时也要拼外交，讲会将会带团出访咱国伫非洲的唯一邦交国家史瓦蒂尼王国。这也是蔡总统伫咧任内第2遍去史瓦蒂尼。总统府表示，今年拄好是祖国的独立建国55周年，台史建交55周年。同时，也是史皇55岁生日。恩史瓦蒂3世邀请蔡总统访问史瓦蒂尼，并实地了解我国跟史瓦蒂尼在公卫医疗、妇女赋权等等各项合作计划的执行现况。蔡总统盼以达成同庆两国邦谊、促进永续合作为本次出访的目标。蔡总统这边出访行程排4天，9月初5坐专机直接飞到史瓦蒂尼。伫9月了就开始台史两国的元首会谈，共同见证合作文件签署仪式，暗时举行交献。初6会参加史国的双55庆祝仪式，参观苏经政府病院。初7会拜会恩同庇王府，参观国合会妇女计划的成果展览，甲技术团抑个医疗团驾到。初8登到国内，这边访问团的成员包括高雄市长陈其迈。目前正在推动高雄市以及这个史国的首都就是姆巴巴内市，双方在推动朝向这个建立姐妹市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在推动。针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访问南非，参加金砖5国的峰会，讲过伫非洲的影响力。外界解读蔡总统出访史国有比较的意味。这次外交部澄清，史瓦蒂尼独立纪念日拄好是9月初6，只是时间拄好而已。记者综合报道。台经院发布景气动向调查，包括制造业、服务业加营建业，拢是往这好的方向去，显示这后半年的景气会愈来愈好。院长张建一表示，以制造业的数据来看，台湾经济上界歹的时间点已经过去了。不过，抑佫是有上界大的风险，就要特别注意，就是惊讲会受到中国经济影响。昨嘛已经进入电子产业的旺季。科技产品的出口、外销的订单加生产的表现，拢比顶个月较好。虽然传统产业受到终端需求较软的表现，继续衰退，不过衰退幅度是比顶个月明显较好。台经院公布7个营业气候的测验点，包括制造业、服务业加营建业，拢是上扬的情形，显示下半年的景气慢慢呈现出好转的情势。出口由原来的衰退20%，现在到变成10%。我们的外销订单最近也没有再往下掉了，7月份有一个明显的回升跟反弹。台湾过去就是基期垫得太高，成长率太高，但是因为我们去年第4季出口就开始衰退了，所以第4季的出口有渴望转为正常，但成长幅度可能不会太大。张建业认为，制造业相关的资料自7月开始出现好转。出口订单、库存等等，以绝对金额来看，台湾的经济上歹时间点已经过去，但是上大的风险依然是要注意中国的经济情势牵动。
国内经济要恢复比较强的成长，亦阁需要等到明年第一季。另外，受到联准会搁再释出要升息的消息的影响，拜四美国股市全面下跌，也连带影响台股盘中大盘超过200点，爆破月线，大盘暂时守伫咧16500点以上，汇市也公布行盘，现在被盘到31.86，跌6.5分，目前守伫31.841来回震动。台币确实相对比较弱势，可能因为利差也有影响，那外资忽买忽卖，你看昨天涨200多，现在又跌200多，就是都是外资啦，张建熙强调，下半年经济成长率呈现出一季比一季较好的情形，景气会比顶半年较好。另外，刘议会已经释出善意开放大陆客，不过又爱看中国是不是愿做息率名额。伫开放了后，陆生加大陆客来对台湾的消费有好的贡献。记者综合报道。花莲警方当日侦办暴力特销集团，在发现讲内面有成员伊开航马店，事实上是伫咧暗号伫咧卖毒品，现场也有查到毒家背包等毒品。遐那刑事警察局伫咧汤圆也抓到一个藏伫洗衫工厂内面的毒品工厂。花莲警方本来是要侦办暴力偷钱集团，无想到意外掌握到情报资料，有真侪毒品进入花莲。警方几落工了后发现，嫌犯竟然利用航马店暗号毒品交易，检警发动8位所在敲锤，个人伫店内敲出4000包毒品甲背包、彩虹烟、安非他命甲大麻这些。很显这些不法分子平常时路边摆设烤肉摊的方式来作为幌子，实际他们从事贩卖毒品、咖啡包。大部分都是以转手的方式交付现金之后，把东西放在某一个特定的地方。另外，刑事局青山队嘛接到线报，讲有造毒集团伫桃园边镇洗衫工厂暗号制毒。桃园地检署发动桃园、台北市、新北市等8个单位50外警力强烈攻入去，果然伫铁锤楼顶发现真侪造毒的工具甲毒品。搜索查扣了3级毒品 K 他命以及4级毒品 N-Buck， 总共54.5公斤，以及3级毒品 K 他命半成品1公吨242公斤，制毒工具等大批的赃证物。这两件卖毒造毒的案件，嫌犯拢是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上班，主嫌拢经受押禁见。警方表示，这会用其他行业做暗号卖毒造毒的模式愈来愈多，呼吁民众若是看到可疑的行为，会当主动报警扫毒毒品，检举奖金上悬1000万。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台南的天狗热已经是真严重，只是搁再增加124个本土病例，目前台南已经有2085例咯。即马逐工拢有人去除药防治，毋过昨伫咧永康区福华里抓药的时阵，有徛隔壁可能去互这喷枪抓到，这抓伤啊乌乌。市政府也表示讲，这是工作人员伫咧整理喷枪，因为这温度伤过悬去熏到壁，也会赔偿民众的损失。原本白色的壁面所出现一大片乌漆，装物件的纸箱啊也几若大草灰搭，但是卫生单位无去楼顶喷药进前，拢无即个状况，甚至还有工作人员走落来要摕拍火器。人员要来上去修啦，那上去修就是说那个有需要拿灭火器就拿灭火器给他。你那时候不紧张要用到灭火器？没有，他在说灭火器的时候，我们是有觉得怎么会突然这样用灭火器。民众出一条，唔知影为虾米天狗热消毒喷药搁要用到拍火器。事后才知影是喷枪脱掉咧。要清理的是因为喷枪温度上悬，才甲壁道熏乌去。市府强调，这毋是喷药直接造成的，是因为喷枪用上久，较会脱掉咧，需要定期清理。通常拢会甲住户照所在来清。想不到离世所出现这种状况，这也是台南市2015年防治天狗热以来头一届发生。一整天下来，大概需要清那个喷枪8到9次。那在清喷枪的当下呢，因为喷枪过热，造成喷枪着火，然后有把民众的墙壁熏黑的情形。台南的天狗热继续在增加，本土病例累计到离世已经超过2000例。为着防治炭病蠓，化学防治的工课袂当停。民众也讲，卫生人员消毒已经真辛苦啊。市府既然答应要赔，伊嘛袂阁责备。记者台南报道。
继续来关心这风台动向，苏拉风台继续伫咧变强，明仔载将有可能会升级做中度风台。不过，这粒风台伊的卡路有较奇怪，目前一停伫咧吕宋岛东北方的海面。根据气象局预测，拜五到后礼拜一，这暴风圈会升向南离开台湾，一直到29，也就是后礼拜2，才会翻头来向台湾。拜3、4啊，对台湾影响上介大，无排除伫咧拜2的时阵发布风台警报。大概在30号、31号，预计会是这个台风影响我们最大的时候。靠近礼拜2开始，台湾各沿海的海况也会变得非常差。是以礼拜3、礼拜4影响台湾最大的话，我们不排除可能会有在礼拜2发布台风警报的机会。有气象专家指出讲，根据着欧洲模式资料预测，这苏拉风台有4成到5成的几率会对花莲登陆通过台湾，也有可能对巴士海峡来通过。不过，这速度变慢，雨水真高，对台湾的影响就会变得真激烈。按算后礼拜2，这方面的东半部就会开始落雨啊。讲到这南投信义乡投95线是通往东部温泉的主要连外道路，不过顶一日落雨，一寡水泵线的土石啊，即摆还佫伫咧清理，所以因为昨暗头啊，佫再落雨，又佫再放一届路。当地村长表示讲，目前已经甲2户的居民安置，也因为最近接到西北雨，发到讲这灾情会愈来愈严重。规条路淹水，佫砍真侪土石，看到实在真惊人。雨水甲野溪的土石拢冲落来，怪手虽然有赶紧在甲溪水内底的土石拢清好掉，希望雨水流会当顺利通过，莫阁淹到路面。但是即马又阁水崩山，水路又阁互土石积掉咧。当地村长也赶紧撤离2户居民。2户那个都在户都安置在那个景光山庄这边，因为道路都松沙，还有那些农产品出货都没有办法了。要抢修也是很困难。这是南投信义乡的投95线，是东部温泉区的主要连外道路。但是最近过道接连上大雨，造成8月23水崩山，县府有赶紧派人来甲水路挖开，车路的土石嘛有甲清好掉，恢复双向通车。但是24下晡又阁上大雨，当地这个所在又阁水崩山，土石嘛连带冲落来。它本身的量体比8月4号。那个时候卡努台风的时候发生的土石流还大，所以我们在清除的时候，因为土石流还是不断的有涌到马路。等天气稳定了，它上边坡的那个状况也稳定了，那就会交由那个水土保持的单位。南投县府表示，当地的土马因为咸水地质非常无稳定，目前已经有加派大型机具台面，若是发生灾害，会优先抢通道路。说来天后天气较稳定的时，会阁含水保署会勘进行在修的工程。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昨暗头啊，咧伫半天悬的时阵，出现一撮真大撮的坑，连屏东也会当看到。高雄气象站表示讲，今仔日天气甲昨是真接近，暗头啊有机会阁再看到比例坑。医院的半圆窟仔下过街仔路甲地平线，24尾暗6点外，高雄天顶出现一道真大的彩坑，是接近完美的半圆窟仔。真少看彩坑外围阁有霓虹，连屏东拢看会到，民众看到赶紧将头前的景色翕落来。来台旅游的香港游客嘛，感觉真稀奇。很新奇，很漂亮，比较少会看得到彩虹。高雄气象站表示，光线入去空气内底的水汽会出现折射，反射了后，才阁折射出去，就会出现彩坑。另外，光线伫水汽内底进行2道的反射，就会变成霓虹。会出现安尼的景色，主要是因为24中昼过后，雨水对山区开始对流落雨。雨水从山区开始降雨，对流降雨，有阵雨啊，有雷阵雨，开始降雨之后，在4点之后开始影响到我们的平地，所以大概4、5、6点的时候。其实平地的上空也都是布满了这一些小水滴。气象站表示，高雄25下晡同款会有局部短时阵雨，山区有局部的大雨，天气甲前一天差不多，所以若是空气中的水汽会使爆满，就有机会搁一摆看到彩坑。记者陈环武、柯正俊高雄报道。
讲到咱国内会当飞这热气球的场合，就是花东唱国上界适合自由飞行。不过，这个飞行员要做歇落来点，拢需要经过农民的同意，才会当歇落来人的参与。也因为这款的地点真歹找，有一名飞行员因为地点歹找咧，就降落伫咧载热气球的卡车顶头，这要安怎歇需要机卡，咱也做回来看。每年拢参加台南县热气球嘉年华会这粒太阳球，这边飞行员要降落的所在瓦群爆发，所在无啥好，热气球飞过树啊，甲地勤人员讨论过了，决定降落伫咧载热气球的卡车顶。地勤人员伫咧下骹甲锁啊救掉的，飞行员精准控制火力，成功完成国内第一遍热气球降落伫咧地勤卡车的记录。有人开玩笑说，那这样的降落法是不是有一点像战斗机降落在航空母舰？这样的目的除了可以帮助我们将最大的球移动到比较开阔的地方做回收之外，那么也借由这种精准的降落方式，来完成了这次的降落。航空公司讲，这种降落的方式其实伫土耳其定定看到，不过伫华东祖国降落地点，一般拢是经伫咧产的边啊，就要地主同意，或者是事后补偿，即降落的所在无啥容易。这边飞行员伫活动总指挥加地勤人员答应了，表现困难度正悬的降落。这个其实是其中的一种降落模式。那当然，我们的飞行员需要在当下对于风速跟降落点做专业的判断。航空公司讲，热气球飞行的原理甲一般的航空器无同，是靠着气流升降，较不容易操控。也强调，只有伫咧特殊的情形下，才会同意飞行员降落伫咧载运的卡车顶。不过，这还看飞行员的技术是毋是有够。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前总统川因为想要甲2020年选举结果变盘，所防指控几多项动罪。目前人已经去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加格到案，而且照规定翕档案相片要还人编号，特别以美金20万交保。川是坐苏联的飞行机去到亚特兰大，落要去到加格，真侪支持者拢伫咧加格外口甲等。根据着甲川共案的，还有18名被告，包含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在内，已经有10名完成报道。所有被告到案的最后期限，就是伫咧明仔载。罗西亚发生飞行机意外摔落来，这个航空管理局是发出声明，讲瓦格纳集团的领袖普里格金在个飞行机顶头，包含伊在内，总共有10个人不幸过往。虽然罗西亚官方一直无证实，不过总统普京即马是公开对普里格金发生意外这件代志呢表示哀悼。то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хочу выразить слова искреннего соболезнования. Наше общее дело борьбы с неонацистским режимом в Украине. Мы об этом помним, знаем и не забудем. 对普京的谈话会当看会出，伊对普里戈金有正复杂的情感。这是高兹马对普里戈金命运上明确的表态。普里戈金6月23发动一港军变失败，伊手内有强大军权，甚至威胁要互普京看起来袂堪要拍。这场空难，互普京心内过度提调，因过伊也失去一个强卡的伴。瓦格纳军团伫咧过去捌伫咧俄乌战争参加过一寡上血腥的战役，也伫非洲推动俄罗斯的利益，对俄国来讲正。Пригожина я знал очень давно, с начала 90-х годов. Это был человек сложной судьбы, и ошибки у него были серьезные в жизни, и добивался он результатов нужных и для себя, и тогда, когда я его просил об этом для общего дела, как вот в эти последние месяцы. 两位无愿意公平的美国官员甲路透社讲，保护认为正可能是俄罗斯境内敌对空飞团甲飞机拍来，但是这是初步的消息，也搁伫咧确认，也无提出证据。目前各国方面正伫咧调查，不过官方也无一个讲法。伫咧普京公开哀悼进前，除了航空管理局发声明，讲普里戈金就伫咧飞机顶，不过官方一直无证实伊的死亡。对飞机全体内面找到的10具尸体的身份，也拢也未确认。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
西班牙伫顶礼拜摕到女子世界杯卡球赛冠军。西班牙卡球协会主席卢比亚雷斯率甲球星埃尔莫索金表示庆祝。这国际卡球总会理事也发出声明，讲会对这战甲金的事件进行纪律调查。卢比亚雷斯第2个也辞掉西班牙卡球协会主席的职务了。 西班牙女子卡球伫咧世界杯摕冠军了，到官舍接受西班牙代理总理桑切斯的表扬。因过西班牙卡球协会主席卢比亚雷斯伫冠军赛摕到冠军了，嘴对嘴针球员埃尔莫索，而且一个做出不雅的动作，遭受舆论的批评。国际卡球总会伫理事宣布，将会对卢比亚雷斯展开纪律调查，来了解伊是毋是违反相关规定。 看到代志愈闹愈大，卢比亚雷斯伫咧几工前也公开道歉。Y por último, sí que estoy apenado pues porque ante el mayor éxito de nuestra historia en el fútbol femenino y uno de los mayores en general, ¿no? Ya es la segunda Copa del Mundo que conseguimos, pues esto haya empañado en cierto modo la celebración. Yo creo que hay que darles el mérito a estas mujeres, al equipo liderado por Jorge Vilda, y esto se tiene que. 包括西班牙代理总理在内，也有真侪政府高层加体育界人士，拢甲这件代志讲做是一种形式的暴力。一寡联赛球队也发声明，要求卢比亚雷斯下台。外国媒体报道证实，卢比亚雷斯计划伫咧2月辞掉西班牙卡球协会主席的职务。 Ha sido un comportamiento que no me ha gustado, obviamente. Nada. Solo esto. Creo que como comportamiento no ha sido un comportamiento de un presidente de una federación. 西班牙甲级球队豪门皇马的主教练虽然无愿意讨论实际的代志，但我也认为卢比亚雷斯的行为无适当。 西班牙女子卡球的球星阿尔莫索是透过球员工会表示，将会透过工会甲经纪公司捍卫家己的权益。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这入秋拢已经过啊，伫咧法国南部有关是出现42度高温，亲像北朗风要33度。那讲到西班牙，就爱面对第4轮热流的冲击，一寡所在是出现40度。 另外，这意大利第23、24这2天也发布高温的红色警戒。药房外口的温度显示器显示已经降到摄氏41度。事实上，法国南部23的气温已经达到摄氏42度，就算热人已经得要过啊。不过，法国还是面临第6波小影的侵袭。科学家嘛感觉安尼无啥正常。这波小影按算会持续到当地时间24。欧洲的气温一直偏悬，受到极端气候影响。 在法国、甲意大利、甲界的北朗风出现摄氏33度的高温，地势石头落落来，甲冰川逼起的机会增加。这嘛，互真侪想要挑战这粒西欧上高峰的登山者再三考虑。 In terms of alpinism, it's terrifying because the routes have changed, the timing of the season has changed, the weather conditions have changed. Many of the routes that we would have climbed 5 years ago are now either not able to be climbed in the same style. Yeah, it's scary to think that in another 5 years it will be even more different. 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嘛面临第4波小影的冲击，部分地区23的高温降到摄氏40度，不少民众规气去喷水池凉一下。 Honestly, it's extremely hot. I don't have the AC in my apartment yet. Haven't installed it, and I don't know. I have a ventilator, trying to survive, not going out on the streets like between 12 and 5 or 6 usually. And I'm really hoping it's over. This is the last heat wave. 意大利嘛伫23、24发布高温红色警戒，27个主要的城市内底有17个就包括在内，亲像罗马、米兰、佛罗伦斯、甲威尼斯。 身体若较冷的民众，都要注意着刷或者是免疫力下降的情形。按算到25，还佫会增加2个城市会发布高温的警戒。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地球暖化致使这南极的冰洋气，这风地徛过的生态同款是受到影响。这徛过仔囝一出世，就因为这冰洋气落落去海底，唔是淹死，就是对这海内面爬起来，规身躯淡毒落寒死。 初步估计有上万只徛过仔囝因为安尼生来死亡。
风地徛牛爱靠稳定的海冰来饲囝。根据科研组织英国南极勘测一项上新调查，发现自2021年冰灾涌起，风地徛牛的生态地受灾难性损失，敢若5%的生态地有4只徛牛出事。The key finding is that emperor penguins nest on sea ice, and they need that substrate to last beyond December in order to support their breeding season successfully. So if it breaks up earlier than early December, the chicks will actually fall into the sea and they will drown. If they manage to scramble out of the sea, their plumage will be wetted and they'll die of hypothermia. 专家伫2022年尤其注意到柏林豪森海附近5个生态地有4个无结冰，甲2021年创纪录结冰量符合。Across the whole of Antarctica, there was 2.7 million kilometres square of sea ice lost compared to what we would have expected for the same time of year. So that's about the same as 10 times the area of the United Kingdom. 专家针对南极洲已经知影造成的地点，包含流落的粪便等范围初步分析，南极洲是差不多30万对。风地徛牛生态唯一大陆，已经知影62个风地徛牛生态地当中，有19个受去年加海冰水费的不利影响，有13个可能完全生态失败。气候变迁造成海冰损失，对未来可能会更较侪也冲击风地徛牛的生态。公司新闻恩文玲评析。作为发展部第27成立1周年啊，今仔日早起也有说明未来重点政策，也有施政的进度。为了要降低民众和假做政府的感性骗去，要规划出政府专用的感性平台，中央和地方政府未来会当透过111这座号码呢来发感性，按照今年9月底要开始试办。是曼赤肯，这是你的青春，这是短码简讯。放上影片展示施政成效甲上新的规划，特别伫17成立版1周年的作为发展部向媒体认地开讲，说明政策的推动。部长陈凤阁伫会中宣布要推出政府专属的底码短信平台111。有的时候反而被认为是诈骗了，所以对我们这个民众啊，区分什么是政府的来的简讯呢是不利的。以后收到政府的相关机关的简讯的时候，只要看13码的111就知道这是政府来的。但是最后的目的是各级的政府机关，包含地方政府，都可以运用这样子的方式。由行政院核定政府专用底码感信平台，目前已经协调电信业者，伫感信发送这边检核把关，按算到月底试办，要让民众更较会简单来辨识，杜绝互假冒的政府感信来诈骗。伫这时阵，数位部也规划要开放 WiFi 6E 的新频段，强化台湾的数位准性。我们有开放了6 GHz 的频段哦，那给 WiFi 6E 跟未来 WiFi 7，它可以蛮有效的提升大概2-3倍啊左右，就是总传输的频宽传输量。报告施政成果甲规划，面对媒体质疑，部会成立1周年成效无好，出差伤过大。双方伊是安尼讲。是立法院3读通过的，就是高层次的资安联防的直接会谈。这个在疫情前我还在担任数位政委的时候，那时候是完全没有的。但是现在就是像以色列这些国家，我们不但去，而且去了是可以公开的，甚至可以在他的资安大会上面去演讲，我觉得是蛮有成效的啊。另外，第2年目标，唐凤表示会放伫网络顶数位公共建设顶悬，治安法的部分按算今年底进程会提出草案，其中也规划增加治安专职人员。记者综合报道。司法改革推动满6周年啊！行政院、司法院也个法务部今日共同举办成效记者会，会中指出，讲890%的民众对司法改革是满意的。这其中改革一大重点就是国民法官薪资实行较大有袂少的批评。司法院长柯宗力也回应讲，今年还未结束，也继续办课程，协助律师来提升实力。满意度从3成多，现在已经高达将近5成。这样的一个呈现的结果，我相信可以让国人知道，这6年来在大家的齐心努力底下，我们司法已经渐有成效，但不能自主。讲人民对于司法改革有感觉，满意度大大提升，愈来愈侪人对于司法更较信任。司改推上满6周年，一大重点项目都是国民法官新制度。拍广告宣传，
新制度予法庭加国民来参审，今年原来正式上路，实施到即马8个多月，高庭法院收案量超过50件，4件宣判，甲司法院所预估的头一年会有300件，明显有差，是不是伤看重新制度的效果呢？各界可能会认为我们是不是高估了啦？哈，那么到目前为止是55件，不过呢，这一个我们1年呢还没有过去了啊，所以我们还不是很清楚。那么我们也相信呢，是因为呢这一开始新制的实施，那么检方可能呢就是会比较谨慎。新制度实施了后，也引起法界甲民团质疑，包括检辩资源无对等，造成法定的公平无公平等等。司法院回应，拢有持续办课程，强化律师的实力。记者综合报道。民族大学今年6月予教育部下令停止招生，不过教职人员是不服，今仔日来到台北庭前，强调当初是因为资金问题互停招。不过即马有企业愿意捐3.3亿，那学校会当继续经营，这教职员也会当摕到薪水。希望教育部莫甲因停招。不过这教育部是强调讲，依照学校退场条例，无互退场的学校恢复办学的空间。教职员要生存。强调教职员爱尊严嘛爱生存，因为明道大学今年6月改善无效果，互私校退审会认定退场，要求学校112学年度结束了后停办。教职员讲不服，伫教育团体陪同25举行记者会，强调旧年底为止，明道大学的评鉴也是全部通过，代表学校办学的基础真好。我们在去年12月全校评鉴还是全数通过，有的通过6年，有通过5年，这是相当好的成绩哈。那表示我们的底层还是很坚固的哈。公司行号或者是这么庞大的一个这么多的学生，这么多的教职员，你要让他改善7条到第11条，它不是一个辅导，它是有很多的限制，非常苛刻的那个条件在那个地方。自救会原来有找校友甲家长代表来赞声，讲家己已经有得到一间上市贵的公司同意捐3.3亿，那学校会当延续经营，教职员工的薪水原来当摕到转来，也希望明道大学会当转型做农业大学，继续办学。它转型为农业大学，相信是全台湾独一无二的一个大学，可以让我们彰南地区整个农业可以蓬勃发展。对这代志，教育部是讲，到改善期届满前，也是无看到资金入来学校，补足债务的亏额。照规定，只好限定学校112学年度停止招生，并伫112学年度结束停办。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县树立的基民中学违法改聘证据，向改聘的老师罗被受复聘，即马这聘约条文也等咧协商。全高中指出讲，这个案件看起来介像是有收煞，不过这基民中学长期以来挽招财务无问题，违法的代志却一直做，是台湾私立学校治理的大问题。要求各教师呢，就要全面剔查私校的聘约。逐档的招生招到满，财务无困难。不过私立基民中学却传出扣薪水，而且甲10个老师洗头路。虽然红时期的老师后来阁转来，8月份的薪水嘛照起工8月12日全部发放，聘用条文也等咧协商。不过全高总讲过程当中，各教师无积极，才互私校的董事会甲校长甲乌白来。教育部国教署，你都没有做啊，所以你让学校的校长跟董事会董事长认为你是塑胶啊，认为你根本只是纸老虎，你还给一而再再而三这么多次的一个机会。全高总表示，学校第一摆无改善的时，各教师就会当照私校的法律停止校长的职务，甲学校罚钱。不过，各教师若无处理，搁发2摆的公文，颠倒是沿着事件解决的流程。就连趁钱的基民中学，拢有可能甲老师创治，牺牲师生的权益。其他有问题的私校，恐惊搁较严重。有一些私立学校呢，在聘期的部分呢，其实是不完整的哈，包含寒暑假的部分，可能是有上课才给薪水，没有上课呢，那一天就扣薪水，强迫老师抄钟点，这个也是非常常见的哈。
专告总指出，移民中学已经变作是私校管理甲公共监督的指标性案例，要求教育部全面调查私校的状况。各教师回应，进前有发公文予学校，聘用的契约经过协商，送校务会议审查通过，会搁再通知私校，确定相关的规章、听书甲内容应该爱符合法律的规定。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港按算要填海造地65公顷，提供离化风电设厂，这7月初才举办动土典礼。不过今仔日台中海线渔民就出来批评，讲台中港务分公司进前拢无开说明会来沟通，侵害到因掠鱼权益。即马有120只渔船出海抗议。120只渔船做伙邮报条抗议，超过200个台中海线渔民同齐出海表达强烈的不满，因为台中港务分公司打算要伫台中港填海造地65公顷，提供予离化风电产业设厂。渔民认为政府扩大港区的范围，却无召开说明会沟通，佮威胁渔船，讲若无设置驶入靠港的拍定区，就要罚10万到50万。违反第2届，佮要没收渔业执照。渔民批评这袂属实的实施戒严。你即摆敢一张广告？等去，你就讲哦，安尼成案啦，阮就袂用伫遐作业啊，比경费搁较경费嘛，这个跟强取豪夺有什么差别嘛？没有补偿给旧的渔民，你嘛幸运就好啦，我们礼拜投海啦，我跟你要那个钱都没去加啦。行政院长陈建仁这个月初6才出席台中港屯土区新建爆花工程的动土典礼，不过渔民主张这是法定近海沙里掠鱼的范围，政府大主大意画地占用是侵害权益。不过台中港务分公司表示，自1973年建港到今，已经完成6件渔业补偿，这届填海造地范围都伫港区内底，早就完成补偿啊，一切都符合规定。台中港目前在执行的填土造地。是在台中港区的范围内，也是在渔业补偿完成的区域范围内，并没有发生所谓影响渔民权益的事情。那至于港区内的投资，也是符合相关的法令规定。渔会要求台中港务分公司主动招渔民协商，达成共识了后，才会当动工。渔会无排除会搁再出旁抗议。那台中港务分公司强调讲，今年到达已经拜访渔会7届啊，因呼吁渔民唔通影响航行安全，要用理性表达诉求。记者杨敏峰、平焕群台中报道。台南市政府当咧推动特色公园开500万，伫咧北区的文苑公园打造一个全台湾上界大的溜索仔游戏场。不过，才开始使用1礼拜尔，就发现讲这索仔互人破坏，已经先封锁暂停使用。经过调查，发现讲是真侪人做伙溜索仔，家长也甲这围查坐歹去，还家长就爱教囡仔正确的使用方式。在你款型轨道游戏的器具顶面，顺着坡道滚落去，紧张又搁刺激，唔但囡仔会当坐，就连大人都会当做伙耍。无人推行，自然当地增进，这是正确的使用方式。不过近期，煞有民众恶意来后爸母，就是这款2个人同时徛起的动作，造成轨道拢袂顺，就连边仔的锁仔嘛遭受到破坏。不当的使用方式，嘛互当地民众是害头。我捌看伊用倒的。用躺着，来到遮，来到遮，你是毋是伊搁知影爬起来？对。哦，无你也无爬起来，咱这即摆斜坡起来，你是毋是迄弄个头壳？我来讲有够白目的。它被破坏掉了，再下一个小朋友再去使用，那是不是一定会有危险在？就是那些规则都还是要看啊。台南市是开了500万打造北区文苑公园轨道的游戏场，19号拄啊开放启用，短无到5天就出问题，管理单位是赶紧封闭来抢修。2个人或是3个人就吊上去了啊！但是这个虽然我们这个公园的游戏场载具可以承受150公斤，这个绝对没有问题啊，但是考虑到小朋友的安全，其实在公众立场是不会啦，我们是站在宣导的立场。那这样也许就会造成一些上面的一些损坏跟磨损，会比较严重。启用破坏了后，管理单位基于安全考量，是暂时封闭，全面检修。目前是已经恢复开放，并且针对民众使用的情形加强防护措施，并且真实过失败，摆印嘛定为固定的检修日，盼望家长互相提醒，并且指导囡仔正确的使用方式，爱护器材。记者王正훈台报道。婚姻馆是全台湾也未收编管制的馆区。婚姻馆政府对去年启动馆史上头一波婚姻管制，对8月开始陆续举办20乡镇市的老辈座谈会，希望对各种面向来完整记录着婚姻的历史文化。根据资料，
地方耆老分享过往的生活经验和故事，为云林在地历史保存做出贡献。因为全台目前嘉春云林县还未编修县治，为8月份开始，文管处在县内20乡镇举办座谈会，要积极记录在地重要人事物。地方的耆老殷的期盼各乡镇能够赶快展开地方志的撰修，把耆老的这个脑袋瓜里面的宝贵的经验呢，能够把它形诸于文字，让它能够成为我们云林文化历史传承很重要的一部分。文管处表示，云林县治为2020年启动编纂，为了编修县治，由44位国内专家学者和地方文书学者组成的编纂团，总配额大约710万里。希望各类资料收集完整，以到2026年完成。云林呢是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整个20个乡镇的一个来龙去脉，但是从以前到现在，没有一套完整的论述，就是县志的编撰，因为它耗费相当长的时间，不只是预算而已，这个是需要相当多专业的编撰的人士。文管处嘛讲，除了县治。为了各乡镇市的文书记录更加完整，东部鼓励乡镇市公所来编纂乡镇市志。目前20乡镇加7乡镇完成地方志书。文管处将补助公所编纂的经费，希望达到每一个乡镇都有地方志书，和云林历史文化全面完整性的保存记录。记者为你报道。伫咧旧历的7月初9，台南宁济地拢会固定举办高平节，伫安平运河边啊搭高平徛灯具，过用白布对高平顶悬的香碗倒一路丢到运河内底，代表巡逻，要接到大公好兄弟上花，接受到用世间民众供养。这款祭拜方式真有人情味，咱做伙来看。长长的白布对5公尺悬的高平垂落来，一路延伸到运河内，这号做巡逻，是咧带老大公上花。白布两边佮检插香，就是要邀请各路地好兄弟啊来领受贡品。台南宁济店举办高平节，逐档固定伫咧旧历7月初9来举办，到今已经有171档的历史。不过这甲其他地头的唱歌完全无共款。一般讲3年哦，阮整下来下完，所以。自较早都无迄个唱歌的仪式啊啦。这条布桥吼，为海面运河底牵引遮好兄弟仔起来，主要是咧祭祀这个老大公伯啊吼，来感谢着老大公伯啊，当初会斗3工。用4支条大的平，要挖2层楼悬，详细看4角条有白猪只甲硬菜，袂方讲猪只代表大礼意思。那放硬菜都希望好兄弟仔食了就通走，唔通留恋。另外，高平顶毛民众做的各种高清真澎湃，甚至佮传烟尘滴来普渡。清朝时代南部啊吼，物件啊吼，这制品啊，拢是用贴的尔，无高浅，有高浅是北部主要，所以上重要就是讲安平林济店这个可能是南台湾唯一的这高浅的所在。了解了之后，才发现原来台南的各个地方的历史很多都是有脉络的。第9个高平节仪式，庙方指出，上主要是饮水思源，感谢过去先人为这块土地打拼甲付出，同时这嘛表现出台湾人对因的敬重。记者新闻台南采访报道。白沙屯蒋天宫今年建庙160周年，特别参文化总会合作，伫咧9月29到10月初1，邀请真侪台湾的传统艺术团体到现场表演，希望透过这款活动，互民众搁再行入到庙埕，感受到在地传统文化。布袋戏艺术陈锡宏的学生吴英昌当咧人布袋戏红啊！记者会现场，阁有南管音乐家林吴素霞表演七主戏的每个角色。白沙屯蒋天宫建庙160周年，特别参文化总会合作，要伫9月29到10月初1，邀请侪传统艺术团体甲宫庙伫庙埕做阵庆祝。而且咱嘛要邀请咱北港嘛来咱白沙屯来红单，来邀请到咱。全省的各宫庙有宫有庙有祀的主神，伊是咱白沙屯分灵出去的妈祖，咱嘛邀请伊来回娘家来看。我觉得因为神，然后我们感受到人，人是什么呢？台湾人
台湾人的人与人的这种情感。参与记者会学者林宝贤讲，苗市毋但是台湾的信仰中心，也是一个本土艺术文化展现的所在。若要了解台湾的文化，行到庙口就通欣赏。你若去欧洲一定去看教堂，你若去日本一定会看神社，来到台湾就是爱看庙。真侪台湾人可能一世人毋捌去过什么这个国家公园，但是你都要看布袋戏甲歌戏。 传统文化，咱嘛要继续个传统落去，所以阮特首长定中会保持这文化传统，继续个延续落去。学者表示，过去台湾的庙会是济戏班等功夫的所在，世界拢通欣赏传统艺术。即摆因为社会变迁，渐渐稀微，即摆文化总会甲庙方合作，毋但伫庙埕斗热闹，也推出代替彩绘列车、市集，有传统有创新，望大家同齐重视文化，嘛保守文化。 记者阮就随台北报道。由文化部主办的庄头剧场巡演，对8月开始，一直到年底，邀请60个团队伫咧10县市来巡演。其中明华园戏剧总团8月26这天呢，要伫咧嘉义县重新演出《超现白蛇传》。 白蛇演员要着更是展现无同的剧场表演甲气势。这出《超现白蛇传》是在当前明华园戏剧总团推出，当时正轰动的戏出。8月26这天，要伫嘉义县政府头前的广场，搁再一次演出。我们用短短的8天，搭了一个比国家剧院还大的舞台，然后我们让3万名的坐在椅子上的观众，甚至站的观众，第一排到最后一排。 都可以看到演员贴身的身段跟唱腔。超现白蛇传在演，但是这次演完之后，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隔10年，再隔10年。好，那个时候，我们这次是传承青春版，翠凤是传承青春，都是后边加哈，那种青春版的。 嘉义县政府表示，演出的时阵，现场有6组500寸的直播荧幕，6组喷水车的配置，计共3万张椅仔，边仔嘛有6000外的停车位，高铁站嘛有车来接送民众，希望让大家会当借这届机会，搁再一摆来欣赏这明华园的精彩演出。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 伫咧较早有一寡爸母会教囡仔讲，若准唔读册就要去做粗工，这是普遍社会大众对因的刻板印象。虽然伫工地做工是真热又搁真忝，不过有一个工班因就真特别，因规定讲这工人袂当食酒，搁爱穿制服，伫网络顶头搁会分享影片，互大家了解做工的生活。 来看这公视台记台青春咱的梦，一礼拜六暗时7点半，带大家来看这阵少年人，因是梦情，也同款是一阵做工的人。学体啊，顶房膜、灌浆，要起一栋建筑物，一项都袂当减。不过，煞是真少有少年人愿意来做这道。晒日头啊，流汗啊，感觉歹听就较苦啊。因为少年人惊辛苦，大家拢要坐咧办公室内底吹冷气。 今仔日讲真实的一个帮无的师傅，伊赚的钱比足侪坐伫办公室的搁较悬。啊，毋过真实就是晒日头啊，体力活。做帮无工课虽然是真忝，搁较会垃圾。不过帮无师傅李瑞婷，煞是家己做工课的日常，翕做影片伫咧网络分享。想袂到煞吸引真侪少年人做伙加入伊的团队。 我会做 YouTube 其实是因为误打误撞，结果真侪人对这个工课可能就好奇啊。甲我问讲，瑞，你敢有欠人？你敢有需要骹手？我讲好啊，无安尼，阮就斗一定啊，做伙来起厝啊。想要打造无共款的团队，李瑞婷除了利用下班了后的时间，甲大家看时间图以外，嘛定出相关的规范。 第一，上班袂使食酒，上班拢爱穿制服，互人看到阮团队价值伫对，阮的技术性伫对。我感觉遮甲外口无共的是制度，福利的方面嘛较济，有员工聚餐啊、全勤，还有不定时的员工旅游。这个规范甲福利看落是真普通，不过伫咧传统的工班内底是真罕见。一阵伫咧日头下的青年军，用少年人的思想甲做法，拍出家己的知名度。 一步一步向家己的梦想来行。记者综合报道。
印度的月球飞船3号探测器自3已经到月球南极了。那和印度成做有史以来头一个登陆月球南极国家以外，也是罗西亚、美国、中国了后第4个成功上月球的国家。科学家也用月球探测车将对着月球的土壤也个矿物进行分析，也要找看卖敢有珍贵的水冰主管无。 探测器成功降落，现场发出热烈的破声。印度月球飞船3号于台湾时间23暗8点半左右降落伫月球南极，也正做史上第1个登陆月球南极的国家。不少印度民众为直播看登月过程，情绪真欢喜。那月球飞船3号的登陆，也属伫印度正做俄罗斯、美国甲中国了后第4个成功和探测器登月国家。 南极的话，它应该是有很多陨石坑。那如果我现在要安全着陆，选平坦的地方是在碗底，可是我要吃我的太阳能板，要吃电，要吃太阳光，它就受限那个位置啊。要长期待着的话，你就要有另外一种电。这摆印度的成功会进行相关科学研究，比如要找出敢是有水冰主管。冷水是人类维生的一个必要条件嘛？比如说 NASA 的下一个目标就放在火星，那可能你要补给啊，或者是一些实验场域的话，那月球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基本上就是 H 和 O， 其中的一些元素的话是可以被提炼出来作为燃料。水冰除了会当加做地质历史资料之外，也有机会作为环境卫明基地，也是登月任务的饮用水，更较有可能当作呼吸甲燃料使用，对登月任务有重大影响。记者综合报道。下半部天气变化，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基隆到新竹对29度到34度，苗栗到云林对30度到35度，嘉义到屏东对30度到3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9度到33度。 平湖金门马祖对27度到34度。伫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下晡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